隐忍的态度，避免无谓的横祸。莎士比亚多听少说，接受每一个人的责难，但是保留你的最后裁决。莎士比亚点燃了的火炬不是为了火炬本身，就像我们的美德应该超过自己照亮别人，否则等于没用。莎士比亚友谊在别的事情上都是可靠的，在恋爱的事情上却不能信托，所以恋人们都是用他自己的唇舌，谁生着，让他自己去传达情愫吧，总不要请别人代劳。因为美貌是一个女巫，在她的魔力之下，忠诚是会在热情里溶解的。莎士比亚世间的任何事物，追求时候的兴致总要比享用时候的兴致浓烈。一艘新下水的船只扬帆出港的当儿，多么像一个娇小的少年，给那轻狂的风儿爱抚搂抱。可是等到他回来的时候，船身已遭风日的侵蚀，船帆也变成了百结的破捺。他有多么像一个落魄的浪子，给那轻狂的风儿肆意欺凌。莎士比亚真理是永远蒙蔽不了的。莎士比亚一个本领超群的人，必须在一群劲敌之前，才能够显出他的不同凡俗的身手。莎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，名誉是一个的外貌。莎士比亚世界上有一种人，他们的脸上装出一副心如止水的神气，故意表示他们的冷静，好让人家称赞他们一生智慧深沉，思想渊博。他们的神气之间，好像说，我的说话都是轮音天语，我要是一张开嘴唇来，不许有一头狗乱叫我看透这一种人。他们只是因为不说话，博得了智慧的名声。可是我可以确定说一句，要是他们说起话来，听见的人，谁都会骂他们是傻瓜的。莎士比亚每一个被束缚的奴隶都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手挣脱他的锁链。莎士比亚凭着日晷上前丝的阴影，你也能知道时间在偷偷地走向亘古。莎士比亚草率的婚姻少美满。莎士比亚苦难可以试验一个人的品德，非常的遭遇可以显出非常的气节。莎士比亚本来无望的事，大胆尝试往往能成功。莎士比亚思想是生命的奴隶，